现成的听众敖早，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《六祖坛经》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的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22页，解释甲正文第22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释甲第2节，就是解释甲大众文说了然见性，世界礼拜期盼现在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来说来解释一边，一边就是常言普愿法界众生。闻者一时误解，就应该对这个所在继续来甲咱各位说明。就是讲，大家听到六祖慧能大师来说明唯心净土、自性密道这款的奥妙的道理啊，大家呢拢真正明白对这个见性的道理。已经是了然明白，大家呢拢向慧能大师来甲顶礼，顶礼了就该赞叹讲：哎呀，实在是讲起非常的好，道理呢讲起非常的奥妙。下面讲常言，所以叫做讲做常言，就是因这人呢异口同音嘛。来讲出下面这段话，这个唱的意思啊，就是讲真大声，名叫做讲做歌唱。咱因为唱呢，讲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误解。这个普呢，就是普遍；愿就是愿望，讲普遍愿望法界一切众生，凡是听到的人呢，一时就是讲随时啦，就是讲听到迄个时阵，就会当互来了悟，会当互来了解慧能大师所讲这款的奥妙的道理。当然，这个奥妙的道理所指的就是咧指唯心净土、自性密道。六祖慧能大师所主张的，就是讲你必须啊。会当互来了悟自性，因为自性就是阿弥陀，自性就是净土，所以要来修行，应该呢，毋是讲去真正远的所在来去求西方求世界，应该呢，咱是在自己迄个内心中去求西方求世界才对。对于这个道理，因在会这人听了高高呢，拢有了解了。所以就来向慧能大师礼谢，而且来发愿，希望在法界一切众生，所以叫做讲做法界，也可以甲当作讲尽所有的这世界，尽所有这世界，无论什么人，会当互来听到的人啊，希望因这个时阵呢，就是讲随时呢，会当互来了悟这个道理。一边思言善知识，若欲修行，在家易得，不由在世。在家灵行，如东方人心善；在世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这是慧能大师来鼓励因遐个在家人啊。讲思言就是咧指慧能大师开口讲话。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善知识啦，讲若是要来修行呢，在家易得，就是讲在家呢也是可以来修，不由在世，就是讲无一定就是爱在世中修行。讲在家灵行，如东方人心善啊。讲假若在家
若是会当好来行，会当好来行，就是讲会当好依照佛法来去修行。也哪呢？就等于讲咱东方的人，伊的心是善的。讲在世不修啊，如西方人心恶。讲假若在寺院，若是无修行，在寺院大，若是无修行，就等于讲伫西方的人啊，也心呢无好共款。讲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成西方啦。讲只要心若是清净啊，安尼就是自成的西方。这段道理，若是在外表甲看起来，好像就讲六祖慧能大师是伫咧提倡人在家修，反对出家修行。但咱绝对啊，毋通将佛法来甲错解。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咱必须了解，当其时六祖慧能大师才讲这话啊。因为请慧能大师来讲经的，就是为此事，伊就甲因遐所有官僚，就是讲有一寡在官场中的人，你叫因讲莫做官，随时来修行，有可能吗？这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。既然无可能，你甲伊讲，哎呀，都爱出家修行才会使哩啊，在家修行修无行啊，也那呢，岂毋是互因遮人生起烦恼呢？讲你看阮，要出家哩无度出家，也无出家哩是无行，代表安怎都好呢？变成啊，互因心不安。所以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为着应机说法，就对因遮人讲。讲恁若是要发心修行，恁呢在家修也是共款，因为事实上要叫恁出家来修行，这是不可能啦。那既然是不可能，在家修也是共款。无一定讲都爱在寺院来修。事实上，像这款的话，有当时阵咱嘛会鼓励在家居士，因为知影讲这个在家居士，伊的环境目前都无法度放下。袂当好出家修行，那你就只有鼓励讲共款啦。你在家发心嘛是共款啦，当然只有安尼鼓励啊。伊袂当好出家，你怪讲，哎呀，你若无出家，你袂当修行啊。也那你岂毋是使伊心不安呢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当其时来甲因讲，在家亦得不由在世，要了解当其时因所讲的对象是虾米人。讲在家灵行如东方人心善，这是一个譬喻啦。就譬如讲，咱若是在家会当好来修行呢，就敢若参像讲东方的人啊，心善共款。也在寺院呢，若是无要修行啊，就敢若参像讲西方的人心呢无好，心恶共款。这个善就是界定慧，恶就是贪嗔痴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最主张的是啥？就是心要清净。因为心若是会当清净，就是自性的西方。就是讲咱这个心就是西方啦，心就是西方。咱要往生，就是往生在咱自性心中。并毋是往生到甲10万亿佛度遐尼正远迄个西方叫世界，所以咱才会祖师大德伫咧讲自成密道，唯心净土，讲生即决定生，去即是不去，拢都是伫讲这个道理。不过这个东方人心善，讲咱在家灵行就参像东方人心善。这句话讲的当然绝对是无毋对，但咱必须爱了解，就是讲在家修行到底是困难无困难？事实上，咱在家要修行，有真正侪困难。这个困难，我相信在家居士呢，比咱出家人应该较了解。
这个在家技术修行困难啦，毋是本身的问题，有真正这是环境中的问题。第一，在家有夫妻生活，在家呢有子女，就是讲有家亲眷属伫咧。家亲眷属伫咧，你本身要修，假如讲你的家亲眷属人配合你啊，就歹修啦。摕一个实在的来说明，譬如讲受过菩萨戒的人，依照菩萨戒所甲咱规定，就是讲一个月爱6日受持8关斋戒，受持8关斋戒这一天，5戒中的饮药戒啊，就是不饮药，毋是不邪淫。那就是讲，像是是正式的夫妻咧，在这一天也袂使咧有发生夫妻关系。那这是双方爱有合作才有法度。所以，假如讲太太是有受过菩萨戒的人，先生根本无信仰佛教，就无信你这套。也那安尼呢？你要修这条戒啊，可能就真困难。哦，这就是咱在家技师要来修有困难的一个实在的例。或者是讲，咱都发心要来持斋，啊，但是在家其他的人，伊根本都无持斋。你若做人新妇。呀，大家讲食草啦，你爱煮互伊食，还佫有反对你持斋，迄个时阵要如何呢？或者是做先生的人，伊外表讲真自卑啦，今日无够营养，看你持斋，伊即马上肉甲伊硬甲你喙，踢甲你喙底互你食，你要安怎都好呢？所以，像即款的环境，实在啊，真无容易修。所以，这个在家若是灵行啊。就参像东方人心善，这是无毋对。但问题就是讲，是毋是当好来做，这是较重要问题。也有真正这在家技术呢，提出实际碰到问题来讨论。像讲食头路，也伊本身一个要真正清白，哦，毋爱歪歌，也毋爱去做毋对。但是呢，其他的人。都拢做毋对，敢若你一个无要做毋对，有可能无？有当时阵你互环境所逼，你也着甲人去做毋对的代志，做迄个犯法的代志，这拢是互你啊身不由己之事。或者是讲生理人，本来咱伫咧学佛修行，就是讲袂使咧讲白贼的话。啊，但是你做生理无加加减减讲白贼的，你是要做生理呢？困难做，这个。拢就是实在碰到的问题，哦，所以在家灵行就参像东方人心善，这是无毋对。但咱进一步爱研究、爱考虑，就是讲在家是毋是灵行？我相信啊，在咱社会家庭要来修行，实在是比出家伫寺院要修行较困难，因为出家人在寺院本来就是一个修行的所在。是苦你毋修行，你无修行袂使咧，是逼你爱修行。毋过在家毋是啊，在家你若要修行，你要爬倒去哩，佮你诱倒落来，甲你拖倒落来。出家毋是，出家你若要修行，甲你塞倒去哩。哦，你毋修，佮强迫你修。所以在寺院要修，当然比咱在家修较容易。所以咱在家技术。听到这话讲，不由在世啊，在家灵行如东方人心善。呀，那我都毋免出家啊，我在家修就好啊。我在家修，比恁这出家人佫较有修行咧。假如若是安尼想法，可以讲完全无了解慧能大师遮所讲的用意。下面讲在世不修呢，如西方人心恶。讲假如咱若是在寺院啊，若是无修行呢？摕一个譬如啊，就敢若像讲西方的人啊，伊心无好，心有一个恶念。但咱啊想看卖，在西方叫做世界的人，伊心是毋是有恶念呢？一旦会当去到西方叫做世界的人啊，心已经是无迄个恶念啦。因为有恶念的人根本无法度去到西方叫做世界。从这个咱必须了解讲，一旦倾到甲佛寺去修行。
最低限度呢，有几分的道心，有几分的道心，像水讲伊心无好，嘛袂讲亲像社会人的心歹遐尼诚歹。这点呢，咱也应该了解。最低限度，在神伊修行，伊是过着独身的生活。最低限度，伊是会当介绍，伊会当互来持斋。这讲起来，好像讲真容易，但却也无简单。出家在寺院，会当好来发道心修行。早是真早爬起来就要拜佛，就要靠上；暗时要困以前嘛是要靠上。会当好来保持这款的道心啊，当然啦，也不低于讲伊的恶念啊，是我呢真厉害。所以咱毋通看到即句讲，在世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无。也若呢，出家修行，都不如在家修咯。咱若是因此对于出家人的修行，看见伊的价值，也来看清伊的身份，安尼就是完全错误。当然，只要你若是心静啊，就是自性的西方。咱要来求往生去10万亿佛度遐尼诚远的西方叫做世界，当然是不如求咱的心静。因为心静迄个所在就是西方，咱毋免讲要去到迄个10万亿佛度遐尼诚远迄个西方。下面为讲又问啊，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。迄当时阵为处事，因为听到慧能大师甲伊讲在家也可以修啦，所以伊就要来请教，讲在家如何修行？讲若是做一个在家居士啊。要如何来去修行呢？愿为教授，就是讲希望你会当好来教导，会当好来指授，也就是讲会当好来教阮做一个在家人，应该要安怎样来去修。下面思言我以大众，作无相上，但以此修相与我当初不变。师就是慧能大师咯，慧能大师就该回答安尼讲啦，讲我现主时啊，来为恁大众来做这个无相相，也就是讲将这个无相相来讲出来互恁听，恁只要会当依照呢来去修啊，就常常甲我做伙是无差别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是会当照安尼去修咧，就是啊常常甲我做伙。常常无离开我，这就是讲，你若是照咱去做，就是甲我的道相应；也甲我的道相应呢，就是啊，甲我做一伙。像说是讲每一个甲我做伙，但是你若是无照咱去做，就是甲我的道无相应。甲我的道无相应，虽然带做一伙呢，也敢若离开诚远共款了。讲作不作此修啊，提发出家以道合一。讲假如若是无照呢来去修，也哪呢？像书是讲提发出家，对于修行佛道有啥物款的利益呢？提发出家就是讲将他门剃掉，来远离了世俗的家庭，到甲寺院去修行。讲你若是无照呢去修行，像书是讲已经把他门剃起来啦，已经出家甲寺院啦。安尼对修行佛道有啥物款的利益呢？就无啥物款的利益。伫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就是强调实在修行的重要。外表，这只是一个外表而已。爱实在修行，才是有实在内容的实质。下面上月，心平何如持戒，行德何用修禅？因则亲仰父母，义则上下相邻。谦则尊卑和睦，忍则障恶无宣。若令赞目出口，意念定生红莲。可口的是良药，言语必是忠言。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现。日用相行要益，成道非有时前。菩提指向心灭，何如向外求现？
听说以此修行，天堂自在眼前。这就是慧能大师的无想上。头一句讲心平何如此界，就是讲假如你的心若是有平啊，何如此界，就是讲就无需要啊，你来伫咧辛苦伫咧持戒啦。戒，这是三不六学之一。学佛修行的人，持戒这是真正重要。但在这个所在，略作慧能大师，却是讲心平何如此界。对这个道理啊，咱必须要体会。因若无呢，咱可能啊会误会讲啊，咱都免持戒。事实上毋是这个意思。咱先了解什么叫做讲心平。这个心平呢，就是心的平等。这个心的平等，就是讲，咱对一切众生啊，拢是同款的看待。不但是讲对众生同款的看待，咱将这个众生呢，也当作甲佛同款。不但是讲众生甲众生是平等，众生甲佛嘛是平等。咱有这款的平等心。有这款的平等心呢，来去对待众生，事实啊，咱就是已经持戒了。心平等迄个所在就是持戒，所以就毋免搁再辛辛苦苦要来去持戒。虽然是讲无辛辛苦苦去持戒呢，事实上已经啊就是持戒的咧。咱爱安尼来解释才对。这个持戒就是讲受持戒律，也无去犯着。在《法华经》譬如品文来讲，讲持戒清洁啦，如净明珠。所以持戒应该要清净。在这个所在，直直讲心平何如持戒。这个戒律本来啊，就是要互咱来止恶防非。假使讲咱在家人心若是会当平等。当然呢，在平等迄个所在已经就是持戒，所以就毋免搁再来辛辛苦苦来去修持迄个戒条。这个戒条，甲咱实在持戒啊，应该呢是爱相应。但有真正侪人袂晓持戒呢，戒条还戒条，实在持戒还实在持戒。安怎样讲呢？因为这个戒条所甲咱规定是有限，在家是5戒菩萨戒，菩萨戒是6条，大概28条轻戒。出家三米的10戒 ，BQ 250条 ，BQ 呢348，菩萨戒是10中48轻。讲起来戒是有几百条，但这个几百条的戒，但是以咱目前的生活环境讲起来，也阁无够，因为佛陀是根据当其时的生活环境来做迄个戒法，咱现在时的生活环境甲以前无共款啦，所以你若是根据以前的戒条来去修，现在是有真正济啊，可能约束你袂着。也若咧唱诗是讲持戒呢，也等于呢无完全。持戒就是会当好来断恶修善度众生，袂去犯着罪恶，确实会当修善。确实会当利益众生，安尼就是持戒咯。也若是心平，咱对一切众生拢就是平等的看待，安尼就是对一切众生有所利益，会当来去度化，这就是持戒啦。所以心若平，无持戒，自然然就是持戒。所以心若有平的人呢，毋免搁再费一番的辛苦来去持，自然而持。咱应当对这句话爱做这款的解说，毋通以为讲心若平等，戒免持啦。你戒若免持，你变哪讲做心平等呢？所以这心平甲持戒，应该呢，只是互相相应的，毋是一种的分开，毋是一种分开的，咱应该了解。注意，请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大经》。